佢都出面調停下馬修同埋趙志華之間。冇回應。35歲香港男星游學修，2018年簽約古天樂旗下公司，前年憑電影作品首度入圍金像獎最佳男主角，可謂星途無限。不過最近突然爆出，游學修遭到 ViuTV 徹底封殺。事緣身為主演之一嘅佢喺出席首映禮期間，ViuTV 唔單止冇派人採訪，更將有佢出鏡嘅片段全部刪走，仲將佢標注為其他演員。事後游學修喺社交平台瘋狂追擊 ViuTV。身為老闆嘅古天樂向來同 ViuTV 關係良好，受訪時被問到對游學修嘅行為有咩睇法，佢即刻當場黑面，仲連續3次以冇回應打斷記者，拒絕評論相關事件。然而相隔數日，游學修就突然表示唔想再繼續紛爭。佢透露，經過同一位前輩嘅溝通後，令佢回想起當初係 ViuTV 俾機會佢承認自己情緒失控，但經過再三反思，仍然感激 ViuTV 嘅栽培，又呼籲網民唔好再為佢攻擊 ViuTV。事情告一段落。